监察院针对去年的选举，确诊者袂使出门投票，爱卫生福利部甲中选会检讨改进。这两个单位是表示讲尊重监察院的意见。国民党团今仔开记者会，批评卫生福利部甲中选会态度真傲慢，嘛批评监察院无提出纠正甲弹劾。 二监察院针对去年大选确诊者袂使出门投票的事件提出调查意见，认为指挥中心甲中选会的决策无符合比例原则，爱中选会甲卫福部检讨。中选会甲疾管署拢发新闻稿对监察院的意见表达尊重，但是这引起国民党团不满。卫福部的反应是什么？是感谢跟尊重，而中选会。 依然说尊重你的检讨在哪里，这就是言辞客套，但是行为傲慢。国民党团讲，亲像日本、韩国、美国、法国这个国家，迄时针对确诊者投票拢有方法，但是指挥中心加中选会却直接限制确诊者的投票权。即期若未来阁有疫情退烧，敢会阁一摆限制投票权？伊也批评监察院无提出纠正甲弹劾是自废武功。防疫振兴特别条例第7条的条文内容规定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。 为防治控制疫情的需要，而实施必要的处置。这个条文啊，因为缺乏明确性，所以我们称为霸王条款，重大侵害人权的一个事项，都是由这个霸王条款所衍生而来。那真正有违法吼，咱才会纠正。啊，其实伊毋是有违法的，伊是不符合联合国的 COVID-19 迄个指南吼，讲最小侵害人权的原则。 纪惠勇表示，伊认为即摆提出的报告并无实质，也堪得社会来评论。这两天也陆续有民众党立委加时代力量提出批评，但是对此中选会无搁再提出回应。记者郭敏条随台北报道。